咁12年嘅 Samuel Paper 嘅第19題其實就幾有意思嘅。嗱，因為咧，如果你係唔中意睇字咧，你可能一眼望落去，咁個振幅咪2mm咯。咁你就唔使做啊。咁但係點解話呢條題目緊要咧？就係我哋睇咧，一定要睇究竟佢文字嘅意思。咁啊，有啲同學唔明啊，兩個相同傳播相反嘅正弦波喺線上面傳播，形成一個駐波，咁咩意思啊？咁樣咁其實呢一條題目咧就係考核緊駐波嘅基本原理。咁乜嘢叫駐波嘅基本原理咧？嗱，就係講緊譬如我而家有個震動器，我揚個波落去一埲牆嘅時候咧，其實埲牆就會反翻一個相反形狀嘅波咧，咁樣過嚟嘅。嗱，如果咁樣過嚟嘅時候咧，我就想你留意啦。咁反射嘅波同原本震出嚟嘅波咧，兩個重疊嘅時候咧，就等同於自己同自己干涉啦。嗱，你可以用干涉嘅概念去理解嘅，但係其實就唔需要咁複雜，咪即係波嘅疊加咯。咁呢兩個波搭埋疊加嘅時候咧，喺一啲特定嘅組合裏邊咧，佢就會形成一個固定形狀嘅波動啦。即係話咧，依度上下喐，依度上下喐，但係中間呢啲點咧唔喐嘅，咁我哋呢個為之叫駐波。嗱，如果你有呢一個概念嘅時候咧，你就應該知道駐波嘅形狀咧，其實係由兩個波搭加而成㗎。咁如果其中一個波嘅因為如果而家兩個搭埋，譬如你用雙掌干涉嘅概念去理解，兩個波峰搭埋先等於2mm。如果我想問你拆翻開依兩個波分別嚟睇嘅話，咁每個波個振幅係幾多啊？咁就應該係依度嘅一半啦。咁即係話呢，譬如依一個係1毫米振幅嘅波，咁反射依度呢又係1毫米振幅，咁搭加而成呢就會變成2毫米振幅嘅波啦。咁所以呢，如果我拆翻開嚟睇呢，應該就係每個波呢只係依幅圖嘅一半啫。咁但係波長就唔變嘅喎。咁所以呢，波長呢我就咁可以用翻依幅圖去理解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會有1.5個 lambda 呢等於45 cm。咁 lambda 呢其實就係30 cm。咁換言之呢，答案係 A 啦。咁我用咗頗長時間啦，其實只不過2分鐘。咁我同你講解翻究竟駐波最基本嘅原理。咁啊，依度呢就唔好搞亂啦。